其實家對我嘅印象係，我前時我講會非常時尚。你哋下咪叫容啊？有小蚂蚁這樣。動店前，動溫前。是，安因很多好高階時間咪冇買位，然後前時冇買位讓飲料，出去下課階時間我都記得，大家都會走出去。你時間要生意，時間飲來了。就是角落生物安樣。像角落生物。係啊，我當記得是係線上都會上課階時間，佢會點嗌回答問題哦，和回答講錯東跑。其實全班嘅小朋友都躺得到我嘅上，其實會講，來，我們大家幫劉慧卿掌聲鼓勵鼓勵。動強，大家要躺到咧，要躺到我嘅上，安因是做得。跟住阿真嘅金鋪動到，係啊，班前係上班咧，大家係98強故意冇講過，來大家掌聲鼓勵鼓勵，5點蛋咧。係啊，很不好係前次到高中嗰陣後會講話，佢梗係因為我始終我督導一隻叫會鼓勵我嘅欣賞，和該性格真的是180度大轉變到我做得去參加啦啦隊。嚇！係啊，以前我們去啦啦隊。人家現在人母有一點不一樣。之前你參加啦啦隊，應該啦啦隊還有扭腰擺動。係啊，上去他的動態呢，one more two more，好嘞，強到嘞。記得啊，細家下嚟當中以後同艾母講嘢來分享講哦，見每啦，學校發生乜嘅事情啦，嗌讀到乜嘅神奇嘅話題啦，等等嘅。唔過嗌有兩位嗬，啊，嗰兩是東南複雜嘅阿姐，佢嘅顏色嗬，正常嗌有一絲絲咧，故所嗌細嘅時節，等一下嘅時節，同好分享嘅時節，都好記得。青春叛逆期，唔論係講乜嘅 party 哦，記得就會按呢。哎呦，佢有乜嘅好搞嘅，好幼稚哦！哎呦，生意怎會搞一條啦？哎呦，好幼稚哦！古時候一本記得講叫過，向下上講，好啊，算你啊，跟我冇去分享啊，困難嘅眼神就冇要上癮啦。古時候好咯，我就冇去分享你。這樣你懂肌肉呢，都懂奇怪啊哈，你都冇一個。打槍之手還永遠會碰碰住呢，完全就冇。好了，那我們現在給你掌聲鼓勵。冇朋友哦。遲來的掌聲。其實從細哦，我到大家面前哦，先會叫鼓動，鼓動一隻形象、形象咁樣。本大家做啲歡喜啊，本大家做又歡樂。咁我除咗嘅眼睛係因為我到福開時節咯，我媽媽管教係放學行音跳啊，但係我真叫本機打，所以哎呦。今天突然咧，人乜大都睇睇你幾少係用兩輪打眼你看。因為像你做主持發通啊，比方講去台灣啊，去睇素菜啊，有啲人可能會知道啊，你嘅不下導演就冇想愛去，因為都麻煩嘛，嗬。像阿松姑就會按鈕嘛，嗬。真緊哦！兩個做講係冷清啦，韓國佬熱情哈，不管是冰山美人還是熱血女孩，哎，全部都做得哦。這個是要會否加快的嘞？尷尬的部分。這樣拍戲，冇挨啦，哎呀，要起勁嘞！你做工來點快！我剛才想說，我站起來會不會出鏡？唔會，韓國你錯人下個咧，你就算起來，跳開冰山啦，個很有快，好啦，因為就係喺度強挑戰下，就係用提供大家歡樂嘛。我喺世代下其實係個東校社交嘅人，特別係做體路做體育後，體育天上嗰個事情就係專業 vocal 聲音，就喜歡獨處。咁我喺啟動嘅時候。唔係當家嘅人，因為我認為有歡樂唔係藝術是兩種嘅，我提供嘅歡樂係只專業，唔係我本能，唔知嘛？家嘅意思講，因為佢想要攞所有嘅一切留本，所有係電視機挑戰，還有鏡頭挑戰嘅觀眾朋友嘛。鏡頭挑戰啊，因為係透露嘛，即係完全冇保留我自家嘅歡樂，本所有嘅工作嘅盼啊，也係觀眾朋友，我愛你的你點哦。我講你懂㗎。會哦，我愛你哦。
真嘅啦，有上去有對以前嘅話，喏面對到台檔，尤其係從愛你吼，愛你那種吼，從頭面對觀眾嘅，尤其吼主持一場係貴嘅發通過後，真都不講。好了，你啥馬上要做都做唔到，讓來講喂，就算曖昧沒形容，點，邱小姐，哎，朱小姐，邱小姐是誰？是邱麗蓉嗎？那中午敢唔可以賭到佢哦？我呢，不要害我好冇？唔係哦，阿英陣來分享下好冇？我知道咧，呢度冇去感激啦，吼，一吞咧 VK 把按嚟講，係沒有按嚟講啦，吼，我就係一個咧冰山美人跟熱情女孩的綜合體，吼，我繼續講。你們冇愛用夠嘛？有，完全冇愛用嘅事情。配歌有這樣子寫。有愛用下，委屈你了。好嘞，愛talk聽，你一團冇。充電，下再過來嘅充電。哎，佩哥剛剛啲我不會愛用哦。結果，哎呦，公太好了呀，太好了！麗嘎，你知道你係冰山美人，也是火山爆發的美女。都就係美人出錯嘅啦。好了，這不是重點。我愛知道愛去講係卡火山地位嘅，有場時係火山會爆發出來。有場時會新泡泡。錯，尤其係像愛去講啊，係講基本你讀到冇歡喜嘅事情嘅話，我就知道像愛細到大嘅交嘅朋友，佢就像愛冇行人強用，韓國愛男愛一般，佢就都懂才講，一般才講呢，因為愛幾時節都冇歡喜嘛吼，愛賺到冇下嘅時間，還可以打電話本佢哋，見啲媽佢哋愛用。係，佢呢啲好愛基本發生乜嘅事情啊，用埋，古時候佢哋就會談愛啲到垃圾，係，就會談愛嘅心思。難怪李家要遠距離戀愛。係啊，跟男朋友會都唔掉。天與地咁有啦，古時候我知道其實算係火山爆發類型，但是又算係有懂到朋友。可能跟男朋友就懂好做垃圾桶。愛知道有你就懂好談。係啊，錯，就連麗嘎垃圾都會用誒。好了，謝謝。你真的很愛我，你這個你是他是你的粉絲呢，給你愛粉絲呢，真嘅。你講嚟來講，佢外表看起來暗槍本身，你真嘅有他熱情的一面嘛？愛咯，男朋友傾話嘅時間，見面嘅時間係懂。你有男朋友啊？有高是有高，有快有高，好嘛？係啦，睇下，OK 好。見面嘅時間懂熱情，唔過冇見面嘅時間就懂冷靜，因為咧我知道我啲懂某行，啲做些時間，他打電話來，我就知道。按吵，我同佢見面，聽說我前6年，我前預約，我中午，我中午在臨時打電話一下見面中午的。哦，真勁啊！喺個喺嘟嘟去空地副卡耍費嘅時間，佢打電話講我見面喎，我就會動氣，我就冇怕，因為我還會。我其實講佢當胸啊，一下當胸。我愛胸片就好。俺咩講阿婆胸片？俺從阿婆之前，俺咩對卡包地圖拿出阿婆嘅胸。我有啲好朋友，佢呢個老家嘅男朋友係一啲熱情，一啲懂冷靜。我嘅好朋友呢，同佢男朋友傾下嘅時間就有寫當場嘅 list， 比如講，當佢按布頭，佢細粒愛唱一首晚安曲，本曲，喺百貨公司，讓我們再道一聲晚安。你今年冇去過百貨公司，你係愛用重嘅，歌詞重。唔過重點係總唔得重複。韓國呢，細粒一哄重就係早安曲，唔是打電話。好的早餐在這裡。好嘞。因為有時我上班，唔過一哄重我打電話俾佢講，按做。喺講佢哄重。長輩圖要做的。總唔得我打電話。喺講佢去沖牙齒，去做埋個去食酒，冇先打本佢，我朋友俾佢動氣。如果你一哄重一開始就會先上當。你要係我以前去沖牙齒，咁講嗌比沖牙齒還唔重要嘅。哇，東浪漫呢？係冇錯，古時跟男朋友就都唔夠咧，就講嘅真是愛讓你分數。佢幫面呢，佢細嚟就夾去玫瑰圖書，夾比出去。唔過我朋友嘅英文冇按好，啲我高中嘅時間冇按好，佢就上網圖書總算考到。同佢強用，佢係愛對過去，佢就對過去。你買那一千幾袋嘅 Visa，佢就出隻拿定佢嘅卡棒就去夾不卡。我咪用晒要強下咧，韓國當年嘅細粒生日許願嘅時間，佢就講我當上會讓你分數。當年嘅願就係壓榨，回數嘛，壓
向上嘅本嚟。向上，太上鼓。